长篇评弹《忆清平》第5回云房产子，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自证面容，等到我哈觉知以后嘛，亲自动手要变好了。那么我来取几金龟什么拿出来过过。这个人在个房间里向有东阳门，小八位相像东阳的角子。实在么呢，还金龟是3日死了，但还只证3个当里不死呀，是的。别个不要么说，这个土币一年一年慢慢加的浪动。那么呢，不比说家人3-4趟吃家人好有些的，慢慢叫进步都没取得了不不，有的然后么10句哦，有人光么太平伤病不能给几年面子，本觉得到今家里弄不落的，到开年走来2月10句是孤营上，孤营不回来的。个本人要上门来的，来这俺都比哪弄法？孤营3年1年有3个的，2月的句、6月的句、9月的句，而且2月的句是那个第1个3，这个不会定神。但人家也提了，不商量说了不啊，我这俺都个都比门在想考来我们他弄法。老不有的把他的胸部是来别接。门在来等那云房里，我拿云房门快速，拿来快速了很。想看门前呢，我太平来出去，背个不见面不离多。那么难怪的是门在说句，够他说句，但20岁不是的，没好。给他今天拿3-4他输了云房里，加上等到天亮错，老婆拿3门得了一开嘛，该到后堂来边看看的么事啊，还有相依个么叫什么？是像个把已经来的第1个3当上王太太啊，我一记条子来，票子正代表想出来是想王太太不得了个3当上王太太赫赫有名的一个男人叫王出炮，该高档用铜的发了刀口上有的黑出炮叫的王出炮，来上人夫人得里面大分成。这说老婆也就拿王太太的袋里向，锅里烧香一边嘛客堂里听头，送过一杯香。王太太第一个开口，是老婆说：“哎，王太太，今在观音山的卖品，我一来来烧香，一来我要去看多3-4趟，我到底上有分见面的，来听你出来谈谈看。我有不想死的，本得来的要门3-4趟。”那么后来还是那个巨无老早都成，所以不慌不忙。王太太那非要东西，那30趟出7个字，天要亮的不东西啥已经出去了，啥当不起的，出7个当口弄老婆2度锅里挂了一句，你说今朝要到上木中央的23叫他去玩一玩，大家23叫他去。哦，这是个王太太听几副东西。上木中央的23叫么是我男的，我男的起码到娘的来一样，所以他不动气。不晓得个句我刚刚说，但还外头一句夹子来的安我，夹子顶下来服务一口要4块的，这个23叫来的，而且23叫一到舌头像叫阴阳回来马要门3-4趟，支撑个人肉实在好这个。大家来说想不口气3-4趟，不大地讲了2-3海，我说是诚信，别个4个的还在不皮的。那么哪弄法？你老婆想据20讲这个语行说起，王太太23家人都不要东西，30趟出7人关东2度锅里挂到一句，你说今天要在实际上40家屋里去玩一玩，大家40家到几次？王太太一听40家是我小奴，23家一听是我妹子，那么带妹子到去么娘子去吧？叫啥个句我讲述，你都哪晓得一来的？
那么弄啊弄家子还也来这个么男人，我都当时太多的思想家来的，而且来到嘛还要们去支撑，哪怕还在王太太、二三家、四三家、三家的都摆面孔的。好有这个四个家子在哪里看来去？你妹子是要500的自家接力，人家泰山出是在地上打火去的。老婆一看弄出事体来着，彻底失去，那让摆面孔的，这么难？这主要是有了，说起来太里在杀人家去，这老婆打后头的，这是到杀人马上水来，咋有点吃不消？老婆一周你就们这个嘛，娘来水上抢我说这个人呢，娘的用三用四不回来嘛，还挺心的。哎，王太太，你现在四三家人都不要动气，动气。谁是他出去个档口弄2度锅里挂在一起，那男头就挂在一起。你是真正要到板机上哈家里去玩一玩，大约哈家里去走。王太太的上面呢哈家。什么是那板机行？什么姓好？那个板机行那个是好难等都人打容易。那么相信你不相信的？不相信们那喊你王太太还等些到外头去问自家个脚背，对叫这个脚背高到熟悉。到外头去问脚背，说脚背我问到，王太太难说，手机挨一条行叫板机行，脚背上分清这些。是不晓得不认得不抓一些生意了，就别想无聊吧。这个遇到一个，他让上然后，这个板机上让这个让业务啊，还让业务，这板机上只好弄带业务去。有些人们叫替帮忙，落子2笔4鱼么个被想他在登不了，因为只政府了，不米的，有个么走起，有个么马门子。有个嘛不让火去设想，我们不管我。老婆婆等大个被香卡晒脱以后，拿3门关上，各地当时听上娘总是他吃牙饭，叫啥里要去口口塞死他。今这里一天分口去支撑，一大路真难没得让救你的。哎，想想今这个一天，总是要帮我弥补过。别个你个早上下来不知弄得哪一年，都要么死了该打，长了有理，谁是他的徒弟们在那头，为了养小女，反一吹出毛病，有性命难保。我老婆婆肩高上向个分量不轻，尽管是临终的辰光，都每天都听我磕3个头，肩高上向个分量不轻。哎，想想你谁是他真正苦恼。苦力之症，你们要娘说法为你。今宵想我个75年经在忙饥荒都要是你来家中吃子一扎吃了都家乡天母子5头方
并恩口里恶当内好听先生啊，到七月底心是万魂，口儿里一鸣风上，我欲不能通行到南澳去，红花岗两只竹竿上。也必知真恩，我个太来当与我服务帮忙，来许下出花样啊！他是一是女是万病，去两人等拿了他。到这我脑海在后，加上个火锅盖开开的，一锅蘑菇汤炖好了，挺不拉几正确的。这个4个当中，蘑菇汤是很好，两样么子一弄么进来，他去了后，一了汤，去后拿汤最简单。背了后放了他，忙将4月去3碗，送去后再拿他。你进去还有啥不样唱起来？咱早上喝了汤，这两样么子才不能够忘记，重新挪一挪。他去后拿他，最近内云吧，几山太浮了水在霜，但是这口气里困了，后堂台子上一把么就用上，谁是他？谁是他用马里手指一天，不好吃的龙面，为是让吃中杯块，来不进来，都一本手面不离去，吃不了。什么早上起来时，水果上有一点点大胃痛，这个雨水来得好点，给人光只觉得个人哦，是不是开了浪啥了？现在口气来不进来嘛，再给我听听。啊，来不？谁是他？你进来哩！哎，来这，还看蘑菇汤。哎，我身子不善，滴水难下。汤水还不落上。哎呀，滴水难下，身体不大好。哎呀，我们老婆打那水壶哈特之里吧。哎嗨。现在锅里年纪么都吃得没吃得了，口头通通在这里吃的。空屋台上一把么一片下来，一台被人买起来。通到第二顿子么身体受的，要是开心。那个人又睡了浪，讲的不你听听，谁是他？哎呀，那个人又真睡了浪。叫啥今朝来个香卡姑娘才要门起来，王家的太太，陆家的奶奶，老太婆在那外头的鸡来狗仔，都比他们懂。叫啥三四套听见那个啥哟，眼里过，什么想想我个人就是好，都是家里做谁要门起了，可难，我不还去里头，真本领。今朝的中日家，我要去家这里读，想康吃点水吃。我现在肚子个肚里哪去人哦？这还多了该个用忙的。那我是说家人去，跟你说太太，我去家人。想
要在个老母眼里属于雷不是？哦呀，怒海命苦。谁是他那都说得该，吃得家门民众怪口子。哎，吃家是命苦，想不得我个吃家人，为要叙述家人的痛苦，生路冤枉。来不？谁是他？谁是他那特卡起？老婆不是四个么分来受打应该。平常不是应当，这个我临门眼来帮忙不是这个分来吃。来不啊？叫亲娘是谁为那还不够大？刚刚是间到3-4趟，13岁里过了一顿大鼻痛。哦呀，不做灯痛娘，啥天要气爆的这个？不做灯痛。哦，你让大鼻痛？是啊。我老婆听见大鼻痛在这里。哎呀，我们上边经济养家，那么老婆都好的，儿子媳妇中间养一三十块养，因为老婆的把3-4趟手洗手，加上利手之间，3到2个地，2到3个头养，那么经济2个学区利分榜。因为老婆的自家老头说，小奴养得多，李叔这个年长是收正中，觉得今朝他是养的我一样么子在奋斗中，人水也是少，要弄到水忙家里，那么不抓也养吧？我不现在啊，养来补马口，养鱼不养补马补得成。到了那边口气，你手里像个老婆不得了，名叫用光。你把在古稀那养鱼不养么，我也听了。加上个用光老婆里补马补得成，你老法还有法子。那么哪补法呢？还是补马费的。养费啊，那个用光的还不补马费，补当中这里。那么的3个这里一补牙筋，要正经，这个当中这里里下有一根筋，我的天啊！一个这里3节嘛，分3头上条，共中分3关。考试分这个一节到是第1关，当中一节第2关嘛，头上向第3关。那部抓了的抓紧了，假使的第1关里向这根筋的上条。这个名堂叫狼人，啥叫狼人？你那个土地通大概海洋那个狼头这个与布浪水，
通通叮叮的，叮叮通通。他是那跳到第二关，这个名堂叫离人，不停的，但是一人通一人，一人通一人。跳到这头团团浪向这个第三关叫兵人，搿浪向跳么来说模样，你老早兵不来塞个，你气力不来再兵光，要来用气力来不个，到兵人们来要用气力兵，可是非要用光吃哪个气力来要用吃，来一兵么把马上可以落地，叫兵人。老婆婆的自家说我们做的多的，所以你有经验，谁是他？你到水拿过来拨马口不去，哎呀痒了。是。打一把鸟当起嘛，在孩子过到三四他这头头浪向，当当两条，乡人不能啊想，这头为得当当别人家不就好吧？哎呀，你已经得知病人，那个四个蘑菇的了，你肚里痛不是刚刚通气，你通知半日子，这是那样子。他不像今朝那块弄点我剥洗出来。那么今日接了自家心里，你不能够好你头上，你跟我在谁？谁是他？要养吃，不要紧讲。这里是如此。遇了不，非要哈不要紧讲。你困难别动，马上谁来讲？是。加上老婆一个霹雳奔到土地上，带地我办理下面去抓一把拉住屁股。啥天我拉住屁股，拉云房门口低起，白龙里周围么个谁也对得着，对得商量。等下里2大水吃控制身体还做事体，不然呢黑头里不要拿到水之后呢，1大水做事体不大方便，老婆的。本到这我拿到肚子眼睛大一大，狗里么口才把握起。老婆提3、4他妈的口才真正作业了，说代理好就是个中央户口得出。你欧大里向拿毛口才，山东呢可以喝水，搿北方呢吃补药了，带点蜗牛血吃干人，被人家讲年轻人都养死牛讲。欧大门口搿种小牛些滚动里了，浪在飞扬的，老婆婆生个的心，我西功夫，不2动里把那小牛，再把小人呢去当我妈2个里口才啊，那在背个洞里呢马当吃。那么今朝谁的的，明朝谁的的，大个老从搬上的，这点口才慢慢讲塞了了。当中开的眼棚刚好是学过改一改，澡堂里向4根羊大各空么养的地，说头上来了，因为就一口子不进水喝。小屋子里向家母是大滚小屋汤，搿里向个尸体小奴要活跃，不要死的。加上老婆一个霹雳奔带给他云房里上地我要进去都正好一个勾人魔动，搿种光什么那个是叫临本菜子，感觉养搿种光在养那魔动里，所以搿种光有这样一句，我老兄那边老三老四个上天来摆得到嘛，来当我红魔动里向踢24个跟斗，那么拿踢跟斗踢到魔动里，就是你要走24个菜。或者3、4他上浪向起来，第一下他摩托说水平身浪向他的收一收，让3、4他是拉摩动浪向嘛，搿只水拉了2字派嘛，或者水拉了上架子，因为不用保养了。搿来么那去得房间些，这样烧了咋子要紧？老婆弄上浪向皮队镯子针对，多了199到头往里做一个大针对，拿根笔打进去。就说老发的说模样，样子小头不能够困的，一开个，那趟是昆明啊，不来了。但还说我们家也出毛病的，说了这辰光的女人那可以养得不几态，自家想说42不大带了，有个40刚刚出地头了，已经忙上去捞得了，啥个的这个辰光的种发子不好，这一才说我们几乎辛苦。需要让你恢复比了好，还叫困，但还不你困也给，而且眼睛都不能闭的，你要困让男人要黑的，可能眼睛闭上。阿侬娘，你眼睛张开呀，哪个都不能困让。上浪向铺好鱼子、草子，
一天灯通通在那里铺好，扎根里的还去摆一个国马凳子。为啥？因为是我们家东西盖了啦，这个针头高不过，人要挖下去，放到国马凳子的两只听那国马凳了，人不会挖下去。老婆婆在开抽屉里向去拿一把鸡蛋出来，鸡蛋边上为捏一颗盐水，就是叶子上像个盐水。那养水都要用盐水的，实际都拉到了五人了。这鸡蛋是最肥大，山路头应该让肥大，而且追起来有一定的尺寸，来拎起来在米粉当中快一点的。盐水啥个用场？你即肥大头的。来弄盐水节制肥大的，但还是要弄头起来个喉咙刮浪了。厂里他开批中国没是领导让你懂了，啥就因为盐水带得香，喉咙好。等是不讲就等你，盐水节制肥大的喉咙好，那么我子呢，一多娘大里用臭头人接，那还叫刚去，其实那秘书下风也结婚。等到一天等尸体通通晒尸位嘛，老婆的晒死他半边，晒死他。老婆，姑先来肚里痛得那喊。哦，要疼痛呀！啥为了让痛啊？是。那我。那我的是，哦，要疼痛呀！那腿上终于的啊。哎，等到第二胎养起来好得多。呀，哎，我要忘记拿个雍师傅养，雍师傅。哦，要疼痛呀！这个不想讲。大太一度相对就是高浪南不拉最个人听见不得了。南海里边下面的通政家伙，根本哪弄法？到519年的月份，我带你哈说提出错年份。把你刚得的娘的这个痛还忘记他的，这是他。老夫，你阿晓得小宝宝的让肚里向，我们为的无花样也讲起不来听听。谁是他讲的？我不晓得，上门无花样，我的不知。要吵，来吵不讲不来听。哈，我们为的无花样。好。哎，别想。怎样？那我非要紧讲。是。与奴老婆不拉了。来听下子。是。这一月外台是楼之，叫做小头郎娘肚里像一个月，到5月米郎像个楼市一样，2月多。2月5日到7岁，2个嘛，大桃花女的这样一朵，几星是上头尖，但还下头有点胖的，3月好不掉。3月府中要分男女，叫啥4月方能睡作人。4个月的小头浪肚皮像上睡的着，上起来2到睡的上叫下来了，几岁来这个好，不会忘记他了。上这个到归到分上辅导员，5个月叫6月能同意，5个月大概6个月小头浪肚皮像为了动，让压力像困浪，肚皮像有上滚，忙不得还不得说2气，为了动。大概7个月，大概8个月，有个已经没得样子。7、8生来虚弱些，7个月大概8个月已经养，不过我们不做的难领的。其实我们本人10分都听不相信，我都还7个月养。这种我养出来，你屋里像个大人当时我领不得了。现在口口打两声，是啊，什么非要是这样一样大美。我定下了10月没错9月非泥人10月做花若无热地落地10个那么这个天上天火大个树上的果子这个花说地落那么定好那么10个月不压抑
有个要生一个月，女胎上，说了一个娘想想真不简单，一个人的抬娘夫还是天地良夫，那样的，养的辰光中痛苦你不来，我想这个肚皮里向抬10个月已经蛮那样，10个呢，我太太的都靠比门上的讲，10个月。到东到西我要倒来倒去，你阿喊我去听书了，记了还不养活地里了，本来不要打进来。你老法师起来等到养猪了是要王八3年了，18岁了，其实现在是那6、3个岁要拿每晚出品，不为得吃么猪里啥子要预备来吃，一些什么书，一些什么诗上体，一个不当什么来了治理，但是你不也标错的。你也没法去以后人，我想中发了还杭州蛮难的，啥个代理的自家养出来，你不也标错？搿了一个人顶顶要紧，太阳也好。分觉得老婆来了，让刚个辰光，之前让听来了，你个肚里痛忘记的。等到你刚刚要活回来，那点么的一让痛。呀不可怜。这是他。你还要久久不养儿女了，腹中疼痛呀！哎，你久久不养儿女嘛，这个肚里痛还忘记他的。肚里痛怎么哪做得了不养儿女？不养是啥子？给你想大姨吧。每种还是想毒药，哎，你想毒药是？呀，大姨。季要相互无开。想是毒药嘛，真个相互。3个从今安气想在现在哪想到大姨呀，激烈进来力量心能每种毒药的人品好，不要光那口气子心思要美就完。大雷家们，查日云马定连心。哦，哎。世间事情没分虚。他真肯听，大雨来么分把胸心灯，生如冰。送出3招，再要进肚皮里个线路养下来，不论是男是女，送在真干。真叫我讲，对不呀？你活了老聪明，谁只要有灵心的，把我夸上夸
养这个男宝，我养奴也是点痛苦，养女也是点痛苦，金家里不有的嘞。养这个男嘛，金家里下一口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不对的是没重要。今朝你养一个男爸爸嘛，飞机看来在比起，是，谁是他？不然我老婆是让为难一个男。真记得。今朝你来的啥天？才子。啥天不还老娘？哎，六四的呀。四个。八年男。啊。与民当官。家只有个四男，加上四女，4个中班男。你那天没人家讲，来说垃圾桶旁边看见个四男，还有个来说我垃圾桶旁边看见个四女，实际200年的多。家喊我句句不是真灵。是你非要想让最个人要听的。啥的？还去取孤营，王郎不要，官兵预备渡江了。这3渡江渡卡听见是当今来以后性命来吧，亲弟。我却那么不要想，莫做生恩，他就惊动4灵。当进门，弄得大家要服他病。哎，这天涯人出伤人，为啥人养人来要吓杀人？老婆先拿我养起来能够比到，谢谢一个顶顶一个。老婆也养些13胎半的，那养些弄半胎5个月头到白烧鸡的小菜头。那么13个的3岁光，他是听过不么老婆会殴打你吃苦，那你养些人能个烦呢？加上这口气3是他身体上毛洞上2脚嘛，老婆有经验晓得来。见他痛一声来，往下睡。人把才下10几里，老婆我早睡车了第2地想，和他的身体2脚么老婆关到水上飞，来了，妹妹叫螺丝要把提出来，隔壁有个车库一来到刮下了，虽然侬把了车库里嘛，你马上去个这里。飞到山路活龙去，我都血囊囊的还去看他。老婆为了让山路子里向弄血囊囊看他一口嘛，倒是一个男爸爸。等到包回来嘛，离西亚经到人，昨天欧堂里向血淋大地的血4个，包到上浪娘里2大平那个娃子让身上像他们更好一点比例嘛来水做这样的，这是一大，这是一大的。忽悠爆炸，这种是一把蛮让的，在努力慢慢家爬起来，让肚皮上向爬起来，我要手底松活路一个，大概做头香槟那样打，拿块水打的揪揪，西部外边单匹马在通通在水里面弄些牛，让娘家个牛把一个，就说老婆弄房间里向这种龌龊龊门，通通往马桶里向100米里得这个马桶在讲真香。那个跟驱马桶菜到上上过去，
搿辰光是引不搿种公共厕所，搿辰光总归叫私堂，搿么呢拆了私堂不能拆，搿把欧堂上虎圈山白玉山上龙地，那非是民间辰光呢就是古稀那几块，非是阳里热里向不杀人，两定不离。那去拆了私堂里，不几家乡人，被人家看见血马动物一卡头，哟，小人家心知什么呀？小人家养三段。在这样都还不养的，黄都养个屁，老是死噻！刚来个去，不人家做锁门，你欧堂里向不人家本来有点疑心，只要白浪当当进来了，我想非要奴，我听都要的，我当然是要送你进他的去。非要奴不了了，现在是个锁门养开了啦，有性命嘞。根本这个魔动彩礼上打过去，把他老婆想出来。送至播音里不必是西门开出去门外头一片秧地，就经过生个坟了。有年代他让他一个茶几打没脱了，所以他今头要个坟布边呢，崩下一个头踩下去，为这个8月饼放下去。魔动当一当天上来你个砸大饼们，一点点铺在五的，一朵牙个坟没那里吃的，非要跟我8么岁上浪布边。老婆要进入西门关上魔动狼一让么自家睡着天上，要拿个西门要送礼金刚去，并且呢打出几尾巴了在呢，那么把那机械去也是富贵讲。